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节到第18节。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到第6章的13节。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开门。上帝关一扇窗，一定会对咱开另外一扇门。这是咱时常伫教会内底听到人安慰，也是说个鼓励的话语。或者是咱会讲天无绝人之路，跋倒才去爬起来。或者是讲一个台语的俗语讲拍断手骨颠倒用。这拢是咧，伫人面对失望啦、失败啦，还是伫阻碍艰难的时阵，咱时常会听到安慰、劝勉的话啦吼。但是对伫开门这项代志，伫安尼讲上帝吼，必定会为着咱开另外一扇门。这句话以外呢，圣经其实有无共款的观点啦吼。咱来看见上帝呼召摩西转去埃及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，会当讲就是等于讲上帝为着以色列人开设着一扇得救的门。虽然这个门看起来还是讲事实上无介容易来过吼。摩西捌用家己无有口才做理由来拒绝上帝的呼召，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着伊来为着以色列人开一扇门。看起来摩西无准备好，其实以色列人嘛无准备好。含迄个埃及的法老王嘛无准备好啊！圣经有记载，后来摩西甲亚伦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着互我的子民去伫旷野守节来敬拜我。埃及王讲：上主是啥物人？我哪会听伊的话？互以色列人离开我，我毋捌伊，嘛毋准以色列人来离开。摩西甲亚伦讲：希伯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，请互阮行三日的路程去旷野，上主阮的上帝来献祭，才免伊用瘟疫甲刀剑来伤害阮。埃及王甲因讲：摩西亚伦，恁是安怎叫这个百姓莫做工，转去做工？埃及王讲：现在这个民族人遮济，恁竟然叫因莫做工。后来咱看见这个亚伦摩西去甲法老王讲了，法老王就一直用这个欺压的政策来对待以色列人。伊就想讲安尼要互这个以色列人会当伫高压的压迫的下面，要来甲摩西对立。但是上帝的门并毋是安尼啦，上帝知这个法老王的心的公义，伊决定要运用埃及的正神来抵挡摩西所介绍的上帝，选择欺负以色列人，要来得到迄个结果。但是这个结果却造成以色列人的抱怨，因为安尼摩西嘛埋怨了上帝。摩西倒去上主遐讲：主啊，你是安怎歹款待这个民族？是安怎派我
对我第一遍去见埃及王皇你的名，对伊讲话开始，伊就压迫这个民族，你一丝仔拢无救着你的子民。上帝到底要安怎来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？这是上帝家己的旨意，甲伊的问啦吼。所以咱知影讲，上帝到底要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开门，还是讲关门呢？伫这个对话中间，咱实在是知影，但是以色列人却看袂清楚，因为因的哀求的声，上帝已经听到，咱知这是开门。上帝就差遣摩西因两个，但是佮因为摩西对埃及法老王提出的请求了后，法老王反倒当互这个以色列来加重因的负担，看开始又搁关门，这是开门还是关门？当然是以色列人因对因来讲，因认为是关门啦吼。咱若看经文，法老王安尼讲，迄日法老王命令埃及的督工以及以色列的工头讲：恁莫亲像以前相款袂过甲即个百姓做庄仔，莫互因，袂过互因家己去捡，就要求因做甲以前同款数目的庄仔，连一块也袂减低。因贫惰，所以大声要求要出去因的上帝献祭，着互遮的人做较重的工作，互因感觉袂去听人使人。就讲，督工无要搁互阮，搁要要求阮交亲像的数目庄仔，阮互人拍，拢是埃及人的毋对。王讲，恁实在贫惰，有够贫惰，才要求要去互上主献祭。现在恁着转去做工，袂过毋互恁庄仔的数量袂用你减少。咱看见事实上呢，上帝是要透过一届搁一届的交手，互以色列所受奴的埃及法老王以及因的军事兵知，只有一个上帝是真真正正的开门者，也就亲像约翰受上帝启示，腓拉铁会教会所讲的话。上帝启示讲，你着写批互腓拉铁会教会的天使，讲圣洁个真实，掌握大笔的锁匙，开就无人会当关，关就无人会当开。迄位安尼讲，我知你的行为，你看，我已经伫你的面前，甲你开一扇门，是无人会当关的。我知你简单有淡薄困难，却有守我的道理，毋捌好认我的名。你看，撒旦的集团因自称犹太人，其实毋是，是遐个讲白贼的。你看，我要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，因就知我有听你，因为你有遵守我的道理，吞忍到落尾。我嘛要保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事，这个事得要临到全世界，来考验住伫地面上的人。我念伊到你所有着坚持，才免有人甲你的花冠摕走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成做我
上帝殿内会跳，伊永远袂阁离开。我要将我上帝的名，以及我的上帝的城，就是对天顶我的上帝遐降落新的耶路撒冷的名，以及我的新的名，拢写伫伊顶面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正的教会讲的话。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，因应当着爱知，要安怎来做，因为上帝会用因的性命、行为来做一个审判的标准，是毋是要为着因开一个门，就来看因是毋是会当遵守上帝真理的话旨意也无。千万毋通掠做讲，咱今仔日是基督徒啊，是选民啊，上帝的门一定为着咱大开。上帝有伊的标准，并且伊开的门无人会当关，伊关的门无人会当开。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念念，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无开嘴。无出声，因为你会对敌在扰乱，愿闻你的人在反叛，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，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。因讲，来，咱来消灭因，互因灭国，互以色列的名永远消失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因亲像加利亚风卷起来的土粉，亲像互风吹走的草仔油。火安怎烧树呢？火焰安怎烧山呢？求你嘛，安尼用你的大风来对赶因，用你的暴雨，互因来惊吓。上帝啊，求你互因满面见笑，通来吹求你，愿因永远见笑惊吓。愿因闹开灭无，愿因知就你是上帝，是掌权全地至高的上帝。恳求上帝为了阮开启永生的门，是为了阮已经亲像你做到，亲像你的教导会当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是因为阮会当遵守你的旨意来行。求主你赐恩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